如果有一晚你一個人行喺日本嘅街道上，天色已經黑晒，街燈一閃一閃，四周好靜，靜到你淨係聽到自己嘅腳步聲。突然前面出現一個長髮女人，佢戴住一個白色口罩，着住長大衣，企喺路邊一動不動。當你想扮睇唔到，加快腳步離開嘅時候，佢忽然行近你，然後用好輕嘅聲音問你一句：我係咪靚？你答你唔靚，可能危險就會即刻降臨。你答你好靚，佢就會慢慢除低口罩，露出一張由嘴角一路裂至耳邊嘅詭異笑容，然後再次問你：咁而家咧，你仲覺得我仲靚唔靚啊？呢個就係日本最經典、最令人毛骨悚然嘅都市傳說之一——裂口女。裂口女日文叫口裂奇女，意思就係嘴巴裂開嘅女人。但佢同好多傳統妖怪唔同，佢唔係住喺深山，唔係藏喺古廟，亦唔係只會喺荒廢鬼屋出現。佢最恐怖嘅地方係佢出現喺你每日都會經過嘅地方啦，學校附近、住宅小巷、黃昏放學路上，甚至係一條你行過無數次、以為好安全嘅街。呢個傳說最廣泛流傳，大約係1970年代末期嘅日本。當時好多學生之間都開始互相傳，放學之後千祈唔好一個人行啲太靜嘅路，因為有機會遇到一個戴住口罩嘅女人。最初你可能唔會覺得佢有問題，喺日本地區戴口罩好普通，感冒會戴，花粉症會戴，天氣凍都有人會戴。但係正正因為普通先最可怕，因為裂口女唔係一出現就似怪物咯，佢可能只係企喺路邊嘅，好安靜咁望住你。你行近一步，佢冇喐；你再行近一步，佢仍然冇喐，直到你同佢擦身而過嗰一刻，佢先忽然開聲。聲音好輕好近，就好似貼住你耳邊講嘢。而你最驚嘅唔係佢講咗乜，係你突然意識到佢個口罩後面可能一直喺度笑。裂口女嘅核心傳說唔係得一個固定版本，喺日本唔同地區流傳過好多唔同講法，但最常見嘅場景通常都離唔開3樣嘢：黃昏後開始黑暗，放學路，同一個戴住口罩嘅女人。有一個版本係咁講嘅，有個小學生放學之後，因為同朋友分開咗，所以一個人行返屋企。嗰日天色開始暗，街上人多，前邊有一個女人慢慢行住，女人着住長大衣，頭髮遮住半邊面，戴住一個白色口罩。起初即係小朋友只係覺得有啲奇怪，但係冇諗住理佢，直到佢發現無論自己行快定行慢，前面嗰個女人都好似一直保持住同一個距離。佢停低，個女人都停低，佢轉入另一條街，個女人又好似早一步企咗喺街口。嗰一刻佢先開始覺得唔對路，因為嗰個女人唔似喺行路，而係飄過嚟追你。接觸之後，小童就即暈啦。咁佢明明冇受傷，但係佢嘴角兩邊開始出現咗2條好幼好淡，好似被指甲輕輕劃過嘅紅痕。另一個流傳版本咧就更加恐怖。有學生話，如果你喺路上見到裂口女，最危險嘅唔係佢問你問題嗰一刻，而係你開始想逃走嗰一刻。因為有啲傳聞話裂口女跑得極快，甚至可以追到時速100公里。當然呢個數字聽落好誇張㗎，亦好可能係學生之間越傳越恐怖嘅講法。但係正正因為誇張，先令小朋友更加驚。你以為自己跑得甩嘅，但下一個轉角佢已經企喺你前面啦。你以為衝入便利店就安全，但係玻璃門一反光，你見到佢就企喺你身後。你以為返到屋企關埋門就冇事啦，但係當你鬆一口氣望向玄關嗰一刻，門口可能已經多咗一個女人嘅影，
之後佢突然間會喺背後捉住你，再用剪刀剪開你口嘅左右兩邊。所以後來日本學生之間開始流傳好多逃避裂口女嘅方法。有人話遇到佢問問題，千祈唔好直接答漂亮或者唔漂亮，可以答普通啦，因為普通唔係讚亦唔係踩。裂口女聽完可能會愣一愣，唔知應該點反應啦。咁亦都有人話就可以問翻佢一句：咁你覺得我漂亮咩？用問題答問題，令佢混亂，然後趁機逃走。仲有一啲比較奇怪嘅說法，有人話可以向佢拋糖果，有人話可以講3次鋪尾嘅。傳聞之中呢個字會令到裂口女諗起某種令佢害怕嘅氣味，所以佢會停低甚至逃走。呢啲方法今日聽落可能有啲荒謬，但係對當時嘅小朋友嚟講呢啲就好似救命口訣一樣。因為當一個恐怖傳說傳到成間學校都講緊，大家最想知嘅唔係佢係咪真，而係如果真係遇到自己，仲有冇方法生還？裂口女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唔似一般鬼怪咁，只係遠遠嚇你，佢會行近你，佢會同你講嘢，佢會逼你回答，而每一個答案都好似將你推近佢一步。咁所以裂口女呢，唔單止係一個嘴巴裂開嘅女人，佢更加似一個無法逃避嘅選擇題。你唔答，佢唔放過你；你答錯，佢會追你；你答啱，可能結果更加恐怖啊！而正正因為呢種點答都唔安全嘅設定，令裂口女喺日本學生之間越傳越廣。一個人聽完，第二日返學講俾10個人知，10個人再加少少細節。有人話佢攞剪刀，有人話佢攞鐮刀，有人話佢穿紅色大衣，有人話佢戴白色口罩，有人話佢會出現喺學校門口，有人話佢根本已經跟咗你成條街啊！只係你一直冇回頭望，到最後裂口女已經唔只係一個故事啦，佢變成咗一種放學後嘅陰影，一種每當黃昏天色開始暗，小朋友行過寂靜街道就會自然諗起嘅恐懼。而呢個恐懼亦慢慢由學生之間嘅傳聞變成一場真正影響日本社區嘅都市傳說風暴。裂口女之所以成為日本最出名嘅都市傳說之一，係因為佢嘅故事太容易流傳。第一，佢嘅形象好簡單，長髮、口罩、剪刀、裂開嘅嘴。第二，佢個問題好易記，我係咪靚？第三，佢嘅玩法好似遊戲，但係其實係陷阱嘅。你答任何答案呢，都可能有危險啊！喺1970年代末，呢個傳說喺日本學生之間快速擴散，有啲地方甚至傳到家長唔放心小朋友一個人放學，要陪小朋友返屋企。呢個現象好值得留意。點解一個未必有真實證據嘅傳說可以令成個社區緊張啊？個原因係裂口女踩中咗幾個日本社會好深層嘅恐懼啦。第一，佢出現喺放學路上，呢一個係小朋友最脆弱、最容易落單嘅時間。第二，佢戴住口罩，口罩本身係普通物件，但係就因為普通所以更加可怕。你永遠唔知口罩後面係一張正常嘅面，定係一張裂開嘅嘴。第三，佢問嘅問題同美貌有關，我係咪靚？嗱，表面上係問外表，但係實際上好似問緊社會對女性容貌嘅壓力。咁所以有啲人就會將裂口女解讀成佢唔單止係一隻鬼，亦係對美貌焦慮、整容恐懼、女性被審視壓力嘅一種投射。去到後來呢，裂口女開始出現喺電影、漫畫、動畫、遊戲入邊，有啲版本更加血腥，有啲版本變成妖怪，有啲甚至變成可愛化角色。但係最原始、最令人不安嘅版本，其實一直冇變嘅。一個戴口罩嘅女人喺街上問你：我係咪靚？咁裂口女究竟係咪真
如果以證據嚟講，裂口女並冇被證實係真實存在嘅怪物，佢更加接近一個喺日本社會流傳、被學生同媒體放大嘅都市傳說。但要留意，都市傳說唔一定要真係有鬼先有研究價值，因為都市傳說最重要嘅係反映一個時代嘅集體恐懼。當一個人將自己嘅價值完全放喺外貌上，恐怖就唔止係張嘴，而係背後嗰種扭曲心理。亦都有一啲較古老嘅說法，會將裂口女同日本怨靈被傷害後復仇嘅女性形象聯繫起嚟。但係現代最廣泛流傳嘅版本，主要都係1970年代末期日本都市傳說化之後形成。所以裂口女最恐怖嘅地方，唔係證明佢真係存在，而係當你喺街上見到一個戴口罩嘅陌生女人，你可能會忍唔住諗下，如果佢而家問我一句，我係咪靚？我應該點答？裂口女之所以經典，係因為佢唔需要複雜背景，佢唔需要古堡，唔需要詛咒錄影帶，唔需要午夜儀式。因為裂口女真正可怕嘅唔係佢手上把剪刀，而係佢逼你面對一個根本冇正確答案嘅問題。都市傳說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佢未必真實，但係佢會令你由今日開始對一件好普通嘅事產生陰影。下一次夜晚行街呢，如果你見到一個戴住口罩、長頭髮嘅女人企喺街燈下面，而佢慢慢轉個身望住你，你會點做？咁如果佢問你我係咪靚，你又會點答？留言話我知。如果你想下一集聽韓國電梯遊戲、台灣紅衣小女孩、香港辮子姑娘或者泰國 Maynard 鬼妻，記得喺留言區打低。我係移民調查局探員 Emily。今晚呢個檔案暫時封存，不過有啲傳說唔會消失，只會等你想起。移民調查局用故事講傳說，用真相拆人心。我哋下一宗檔案再見。